那我个人也接触过很多，所以呢，我现在主要想问的是什么呢？你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，就是年轻人面临的主要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，就是来接触这些心灵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，因为什么都很快，什么都很多，就是没有什么秘密，就所有的秘密都被摊在阳光下，就是所有的法门都被摊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因为这种快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有压力，然后会产生心里面的焦虑，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会跟不上大家，然后就算你什么都没做，你也会感觉到有压力跟焦虑。所以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时期最需要的，其实是一种把心可以稳定下来，把自己静下来的能力。那我自己觉得，比如说禅修，或是佛法，或者是各种的身心灵的训练、瑜伽，都是很好帮助我们把心静下来、平静下来、变得稳定安定的好工具。所以他们的焦虑啊，很多都你说是来自于因为这个节奏太快了。对，太快了。所以呢，就是我想问的是，如果按这样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，那这个佛教和尤其是冥想啊、禅修，这个对社会和对年轻人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实质性的作用？实质性的作用，我觉得就是帮助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安定下来，因为在佛法里其实很强调是你的心，就是因为心会产生一切的法嘛。那只要你的心是安定的，那一切的困难都可以被解决。那比如说禅修在讲的，他在教的其实是某一种比如说呼吸或者是静心静坐。可是我觉得大家目前比较需要的可能是了解说，比如说我在焦虑的时候，我应该要怎么去呼吸，就是用禅修的方式去带入解决你生活的问题。然后比如说我在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我的心不安定，我很紧张的时候，我很沮丧的时候，我应该要怎么去做呼吸，怎么去把佛法的这些东西带进来。可能一开始不需要去特别强调说佛法的内容，而是先让人有感受、有体验。那当他体验到原来我的心慢一点、稳一点，我的焦虑就变少了。原来我的呼吸稳定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忧郁就真的变得比较少，消失了。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情况，他才会愿意去继续的去做练习，然后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，可能也才会发现说，原来这些状态就是佛法，佛法就在里面。你讲得非常好。但是呢，我呢经常有时候自己呢讲一些禅修的话，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尤其是对象是一个年轻人、普通人的话呢，我过于用佛法的角度讲，如果我过于强调，不说我了，我说我过度的去用佛法强调佛法，其实反而不是什么好的，不一定是好的一个事做。对，有可能会其他人会抗拒。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一个呢，有可能他们想听也听不懂，有距离感。对。所以呢，你刚刚说是要呼吸稳定，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年轻人，他真的很有犹豫。OK， 你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事实上，老师教我一个这种
你刚刚说这个呼吸稳定的一个方法也好，这个要对我自己的这个现在的忧郁的状态啊，就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，然后就教一点这个冥想，你会怎么教啊？我会怎么讲？我会先带他练呼吸，我会先让他把呼吸稳下来，然后他怎么去稳？怎么去稳？专注呼吸啊。我知道，意思是说让你，比如说实际的操作上的。对，我现在要操作吗？我其实是问这个的了，当然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。因为2步、3步，对。对，因为比如说，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教课，也教冥想、教静心、教呼吸。那一开始当然就是先让大家放松他的身体，然后可能稍微活动一下，然后再把身体坐直，就是坐挺之后，眼睛闭上，然后去专注在他自己的呼吸，然后把呼吸放慢，就是他的意念都在他的呼吸上，所以他就不太会去分心。虽然分心了，分心之后再把那个意念再拉回来，然后意念拉回来的时候，你专注在呼吸上的时候，心就会稳定下来。然后稳定下来之后，很多的杂念就会那些声音就会变小，就是杂念可能不会消失，但是变小。那问题是这个我懂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要自己去操作的话呢，或者你正常教学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一次，他在当场跟你一起要做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、10分钟，还是要回去念一段时间才会稳定下来呢？还是马上有效果吧？我自己觉得应该是马上就会有效果啦，因为他只需要听着我的声音引导，大概3分钟、5分钟，他的心就会还蛮静下来的。然后静下来之后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重要的在于体验，因为体验会让他相信，他会见证到自己的改变。但是比如说，如果你用某一些很理论的方法，比如说佛法去跟他分享的话，他可能会理解，但是他不一定会体验到。可是佛法如果搭配禅修、搭配瑜伽，那他就可以去体验到。